的时期，晚霞消失到次日黎明之前，宵夜的宵，一山斋公，依例回历，每年9月拉玛丹月，整整轰在1个月，每天至东方发亮前，至日没时刻，均都不吃不喝的，不行房事，不可以做男女交合的事的。你看，以锻炼人的意志力和耐力的，哇，真不简单呢。整个月的呢，4个礼拜呢，都不可以男女交合呢，不能碰女人呢。你看，真不简单呢，锻炼人的意志力、耐力的。回教徒就有做这种修炼呢，还不吃不喝嘞。佛教徒一贯道亲修炼的时候要吃素嘞。回教徒的整个月不吃不喝嘞，白天不吃不喝嘞，那印尼回教徒的做看护的怎么有体力可以照顾病人呢？真不简单呢。要锻炼人的意志力、耐力的意志力跟耐力的真不简单的整1个月的修炼呢。第4课功课。